就看到一部被贴条的车子，贴条罚款7200块，开心网的是。哎呦，还拍这车，太搞笑了。什么呀？别看，我是什么车？福特的。哦。颜色倒蛮好看的吧？是这么念的吧？我不知道的。哎，我看交警了，往后跑，退到后面。看到贴条了，躲在这里。他在干嘛？哦，这是车站对吧？哦。开罚单了，完了，这回真的7200块钱没了。这车子傻了。他不会罚了他7200吧？哎呦，有3辆车。哎呦，今天完成任务了。这也要有业绩吗？走了。啊，走，得给他看的。